沙嶺數據園區啦，呢個涉及到面積超過11萬平方米咧嘅用地咧，出咗個招標結果啊！尋日咧係創新及科技局咧就宣布沙嶺數據園區咧就係會批俾啦呢一個潤澤智算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嘅咁發展為先進嘅數據中心啦，同埋相關產業嘅一啲數據園區嘅咁，批租期係50年嘅咁孫東局長咧都提到話呢個嘅公司咧過往有豐富開發高端數據中心嘅經驗啦，喺內地多個城市咧都有發展同埋營運高端數據中心嘅設施啦，以至係大型數據港項目啦。有關標書嘅標價咧就係5億8100萬元嘅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北都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勳，早晨。早晨，大家好。你好。喺呢個用地發展超算中心，其實嗰個重要性或者發揮嘅作用係啲咩咧？呢個重要性咁當然啦，即係我樂見嘅招標成功啦。咁呢個亦都係第一個喺北都正式嘅產業園區可以落地啦。咁更重要就係而家我哋要發展 AI， 要發展創科度啦。咁都要一啲嘅數字嘅基礎嘅設施配套嘅。咁呢個即係數據園區咧，唔單止係一個產業嘅落地啦，亦都可以為我哋將來北都嘅一啲嘅 AI 同埋算力咧，係提供一啲嘅基建嘅服務。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將來要去做創科或者 AI 度咧，呢啲基礎建設咧，其實係不可缺少嘅。咁所以亦都係為將來嘅發展咧，咁係做好一個即係配套啦。本身呢個位置咧，呢個用地咧，又適唔適合嘅咧？係發展做諮詢中心又？實際上咧，本身呢個用地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當時係規劃做殯葬城啦。咁但係隨住北都要發展，咁我經常強調要做一個動態規劃。咁結果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咧，佢亦都好主動去做一啲嘅即係招商引資嘅工作啦。咁揾到呢一啲嘅業界咧，就係改造一個即係數據園。咁結果我覺得今次能夠成功落地，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因為你見得到之前其實可能係一啲嘅多層式嘅產業大樓，咁其實都未有能夠成功招標落地啦。咁但係見得到隨住政府喺無論施政報告就或者預算內加大力度去投資北都嘅時候咧，咁我相信係俾到市場一個信心咧，係願意真金白銀用行動去支持北都一啲嘅產業係落地嘅。有關於咧今次就招標啦，政府話呢間中標嘅公司咧，其實有豐富開發高端數據中心嘅經驗，喺內地都有發展同埋營運高端數據中心嘅設施啦，以至係啲大型嘅數據港嘅項目嘅咁。點睇呢一個嘅背景或者你了解啦？呢間公司本身喺營運方面嗰個經驗係如何咧？同埋喺香港嚟講，要營運呢個沙嶺數據園區一個咁大規模嘅地方啦，係咪都一定要有過往嘅一啲營運經驗咧？呢個係必須嘅咧，係咪啊？好啊，咁我首先申報啦，其實我都係一間全球領先嘅數據中心嘅營運者嘅顧問嚟嘅。咁所以咧，我睇翻其實以呢間公司嚟講咧，其實佢潤澤嚟講咧，佢自己都係過千億嘅市值嘅喺內地。咁喺內地嚟講都係頭10名嘅一啲嘅算力供應商啦，同埋數據中心嘅營運。咁所以佢絕對係有咁嘅實力同埋能力去營運啦。咁而我睇翻整個標書即係政府公布嘅數字咧，其實亦都唔係即係隨便去編造嘅，咁係有理有據。舉個例，如果要做呢個18萬 P 即係18萬 P 嘅算力嘅話咧，其實佢如果單以H200呢一啲即係卡嚟計咧，佢都要45000張嘅。咁所以單基建同埋要買呢啲嘅卡算力等等嘅設備嚟講咧，要投入238億咧，其實真係做嘅話咧係需要嘅。咁而我再睇翻呢一個嘅標書，其實同過去傳統嘅可能地價先行嘅模式係好唔同嘅，因為我哋都可以參考翻火炭同埋將軍澳嗰個即係投標嘅時候。咁當時可能都係講緊幾十億，咁但係今次我哋係講緊呢一個係一個雙信封制，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喺好多裏面咧，唔單止就係講地價，亦都要講緊係產業先行同埋要係產業導向，咁所以你見得到會喺個標書裏面有好多嘅
服務協議，包括佢即係要投入幾多錢啦，創造180個技術性嘅職位啦，咁同埋預計要創造46億呢一啲嘅經濟產出。咁係裏面亦都係有個即係擔保金喺度嘅。咁所以我睇翻整體嗰啲數字咧，其實都係第一佢有咁嘅實力係做得到啦。咁第二的確係如果要真係做到呢個效果咧，佢所投入嘅錢係有需要嘅。同過去就咁喺市場投標火炭或者將軍澳唔同咧，佢哋係冇一個時限或者係冇一個數 KPI 係要求嗰啲投標嘅公司，但係今次咧全部都有晒嗰啲績效指標咧係列晒出。可以話係KPI 啦，績效指標咧，亦都可以話係喺一啲承諾啦，涉及到中標者個非價格建議。頭先提到包括話，譬如要預計喺42個月之內開始營運園區等等啦咁。你自己覺得呢啲指標足唔足夠咧？定係其實都可以再有其他嘅指標去有助加快成個園區嘅發展嘅咧？我覺得呢啲指標都係即係需要啦。咁要確保即係做得到嘅時候咧。咁我諗中標者咧都係要真正係帶動產業發展嘅一啲嘅領頭羊咧，即係能夠做得到嘅。事實上呢個喺沙嶺嘅地盤咧，其實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雖然佢話10公頃嘅啫，咁但係有唔少嘅地方咧，其實都係斜坡嚟嘅。咁所以就算中標者嚟講咧，佢自己要做到嗰啲承諾都好咧，咁佢都要投入唔少嘅資源咧喺個設計啦，或者喺個工程。同埋喺市場上面買翻相關算力嘅一啲嘅設施設備喺度嘅。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按時做到個目標？譬如真係話42個月內，講緊3年幾之內就可以營運到成個園區咧？開始營運園區啦。當然啦，其實喺沙嶺嚟講咧，因為佢原先規劃咗做殯葬城嘅時候咧，咁所以有啲基礎嘅設施咧，例如平整土地咧，係當時政府已經係即係做得到噶啦，做咗噶啦。咁而政府喺籌劃要做呢一個嘅即係數據園區嘅時候咧，其實喺2023年嘅施政報告嘅時候已經公布咗。咁喺呢2年咧，其實佢哋都做咗唔少準備嘅功夫啦，包括電水等等嘅協調等等。咁所以我自己睇翻咧，就如果以42個月裏面要係開始營運得到咧，咁當然係可以做得到嘅。咁當然啦，你話佢整體嚟講係嗰陣嗰個25萬嘅即係建築平面面積嚟講咧，亦都未必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全部係投入晒嘅。咁你見得到，就算18萬 P 個算力都好咧，都係講緊係2032年嘅時候咧係即係預計係達到啦。咁所以佢一開始嘅時候咧42個月咧都係分階段嘅。咁但係喺個服務承諾裏面咧都限咗佢就算分階段都好。你要投入幾多錢？你要產出個經濟效果要有幾多？咁呢啲我哋睇翻，其實都係即係合理嘅。因為一般如果以即係呢個數據中心100即係 megawatt 嗰啲數據中心嚟計咧，其實一年咧可能的確係可以租到幾十億嘅即係租金都係係可以做得到呢一個效果嘅。嗱，除咗講到沙嶺呢個數據園區最新嘅進展啦，涉及到個招標結果之外啦，另外有一個都想問一問劉國勳嘅咁，涉及到喺預算案提到北都嘅發展一啲相關嘅措施，包括咧就係話就住河套香港園區啦、新田科技城同埋洪水橋產業嘅即係園區公司同埋專屬公司咧，係各自向立法會申請注資100億元，即係夾埋300億嘅咁。點睇呢筆錢，或者你當中仲有啲咩留意關注咧？我諗其實呢一筆錢嘅投入，今次即係沙嶺嗰個數據園嘅成功落地，亦都係一支強心針俾到即係產業園公司就其實呢一個產業先行或者產業導向嘅模式都係可以係成功嘅，而且嗰個即係雙信封制即係呢個做法咧，其實未來喺我哋北都嚟講個片區都會有嗰個做法，咁所以今次能夠成功落到地咧，我諗對其他即係項目有個強心針啦。咁而嚟緊洪水橋新田同埋呢個香港園區河套嗰邊咧，都投入100億咧。咁我希望就係呢一個其實係政府嘅一個即係表達政府嘅決心啦。
咁希望政府出咗呢筆錢嘅時候咧，其實係能夠成功吸引到係更多嘅產業或者企業咧係願意投資喺北都嘅。咁我哋睇翻即係如果以洪水橋即係23公頃政府即係投入100億嚟講，你見得到其實沙嶺呢個數據園即係一間企業佢都承諾係投入200幾億嘅時候咧，咁我相信我哋政府投入嘅錢咧，其實係可以係將來係賺取得到，或者係製造到個經濟效果咧，係會更加大嘅。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值得係投資同埋承擔香港嘅未來嘅。點睇政府話會有一啲嘅即係績效指標啦 KPI 去衡量管理層嘅表現咧？又或者除咗係喺管理層嘅表現之外，有冇其他嘅指標都可以係擺落去嚟啊？我諗呢個 KPI 其實都係好重要啊！你睇翻即係今次嘅例子就係政府對一間企業去投標嘅時候，佢都要有啲嘅 KPI，包括你製造咗幾多嘅就業嘅崗位，你會投資幾大都等等啦。咁我諗呢個對於產業園公司嚟講，相應嘅一啲嘅要求，咁例如即係產業園公司你要有幾多嘅招商引資，一年引入幾多間公司，能夠為園區製造幾多嘅職位，同埋產生幾多嘅經濟效果。咁我諗即係政府要求得企業嘅時候，同樣地都要擺翻呢啲要求，係要求自己嘅產業園公司都要做得到呢啲嘅效果。咁我諗呢啲係即係比較合理嘅要求嚟嘅。另外預算案入邊都提到咧，就話會研究進一步咧推動喺北都持有土地嘅一啲發展商，聯同科技或者係先進製造企業咧，向政府提出合作發展方案。你自己又預期，譬如一啲發展商同埋嗰個科技嗰個合作或者反應會係點咧？我諗即係嗱，政府就喺預算案拋咗出嚟啦。我諗都要具體睇佢究竟個機制係點啦？究竟即係如果呢個公私協作，我當然我自己認同就係即係單靠政府去推動北都咧係唔足夠嘅，一定係要公私營透過更多嘅市場力量一齊去推動北都先足夠。咁但係究竟發展商同企業佢大家係互相自己係配對政府中間會唔會有一啲嘅誘因係提供得到，或者係政策支持？我諗都係即係重要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政府亦都釋放咗個信息就係其實喺北都嘅業主除咗係發展一啲嘅住宅房地產之外咧，其實都係希望佢哋用佢哋嘅土地咧係做一啲同產業同未來即係科技有關嘅項目落地咧。呢個政府係後面都會係大力支持，咁呢個亦都見得到我哋而家個經濟係一個轉型嘅方向，同埋由新界嘅土地由地價先行轉去產業先行嘅一個模式。咁當然我希望未來即係除咗預算案佢所講在咧，究竟個實質個操作機制係點咧？可以有更多具體嘅措施可以公佈出嚟嘅。好啊，唔該晒你，劉國勳同你傾到呢度先。